手合心变祝福来。市长黄伟綽变成局一大变成站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刷落来，甲抓国的村牛弹出去，将忙马抢拆落来牛皮，因为会当保平安。不过过程阁有冲突。龙年门新宝庙迎春鼓励仪式，伫暗时进入高潮，这回以500台无人机摆出高水的妈祖图样，360度环庙烟火，加上3场67分钟的高空烟火，以及12座风炮声。5个阶段将近2点钟的演出，现场发出超过70万人。就很 shock 这样子，因为它是环着我们这样子整个大放，很精彩，比去年还要精彩。这不但是咱圣母庙的盛会，也是咱台南市的盛会。今仔日我要代表圣母庙来感谢这超过70万的善心大众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小龙年行大运。伫欢庆新春的同时，却也发生一个代志，有民众无看警戒线，伫烟火落阳区险险互烧着。不过后壁伫遮火烧，行到路边移狗赶紧走开。阁有2名查甫人伫路边冤家相拍，互大家毋知影是要看烟火，也是要看无身躯比赛。散场了后，阁有人翕下规条街四界拢是粪扫，非常的黑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